真 V 型的，这种有没有飞型的、不服帖的话，就穿起来就很难看。不会有口碑问题，是因为它够软，对，它就是会很服帖。然后它这个杯杯啊，我们看侧面，它其实这个起伏没有到很大，小胸大胸都可以穿。对，咪咪是不能穿这个，对不对？过大还是不行，因为它没有还是有弹性的，还是有弹性的。就是胸部这边我也觉得还再上去都还完全是车在一起的杯杯。然后它的起伏呢，我想讲这个起伏它也不会到很大，所以大胸小胸都可以穿。因为它没那么甜，对，它没有那么这种深马甲型的，就很适合搭在透肤里面，就不会露太多肉，但是这里就有一点点就是造型给你，我觉得非常的好看。这个造型，它这个是中底的。一个美背大挖，然后因为太挖的话，你看前面不稳嘛，对，它就用这个中间开一个松紧带的话，对，它其实是很稳的，就是这种透气孔的，然后又是这种乳胶的，它没有到很对软 Q Q，它没有到很薄，但是也没有很厚哦，它是整个是它没有那个下厚上薄那个东西，没有，因为我觉得它这个这样子的，它是均匀的厚度，它只有下面这样子一点点这样子，一圈一圈一圈有一点点小小的厚度，这样完全没有勒感，我白色会不会厚？我有看到白色，我觉得黄色的效果很棒，就是白色当打底很漂亮，对，我觉得这一块特别的细长，很漂亮，跟一般的平头啊，它不搭在一起玩的，我们现在很多网